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抱歉，大家听到我的声音，讲说夏牧师要不要我带你一下？有没有人代班哈？因为呢，这个礼拜是连续假嘛哈，我们礼拜三周报就印好了。那我礼拜五才感觉有点不舒服，那昨天感觉好像还勉强。那你知道有时候受到那个声带受感染哈，它唯一的办法就是休息哈。那当然吃一点药，让它不要再那个病毒不要发生不过已经来不及哈，所以就请大家忍耐，听牧师这个不同的声音，你就把它当成另外一个讲员来就好了哈。不过因为了让牧师有时候你知道声带如果休息一下会不会就比较不会咳嗽，所以我要拜托我们的李伟教授呢，等一下有读到经文的时候，能够帮我代班读一下，那也勉强哈，可以帮助我能够可以休息一下，喝个水。那很感谢主，我们一起来领受今天的主题哈，叫做爱为爱的关系而活。那我们从今年年初开始，我们就开始预备，一起来用标杆人生来做一个研读。那我们的节奏很宽松了哈，半年才读42篇，半年26周读42篇，所以1周读2篇哈。那这个课程本来是要给新受洗的新朋友、新家人，他们在10周里面要把它读完。所以呢，我们反而我们的会友呢，可以比较轻松，因为我们不是为了赶进度，而是要让这个课程成为你生活上的帮助，是运用在你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而不是多读了一本书哈。所以呢，这本书我们今天已经要进入到第3阶段，就是第15课。那第15课有一个标题哈，我们1月份的时候，我们是进到那个绪论的部分，主题叫做我究竟为何而活？我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上？我除了这个肉体的生命之外，我认识了耶稣，我信了主，我加入了教会，我到底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那有好几课告诉我们，人生不只是在这个世上短暂的年岁，而是看见永恒，你为永恒而预备，你为了荣耀主而活。这是1月份我们所读的哈。那2月份我们进入到第一个人生的目标，叫做他以计划为你，要你为讨他喜悦而活。就是我们认识主之后，我们的生命，你所思考的，随时随地，在任何的时刻，你怎么样跟神的爱连结在一起？怎样把你的讲话、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思想、你的所有的恩赐的发挥，都形成跟神的喜悦有关。所以我们有一个最深的概念，就是说，就是一个叫敬拜的人生。那这个敬拜的人生呢，不完全只是像现在我们1个多小时的敬拜的活动，那是一个 highlight， 是一个聚焦，没错，但是是为了要让我们离开这个敬拜的现场，在我的生活当中，我的生命当中，我就是跟神连接了。我的所作所为，我的思想，我的工作，都为了荣耀主而活。这个就是我们在楼下那个大柱子的一个标题，叫做敬拜。这个敬拜第一个主题就是全心敬拜，荣耀真神。那就是我们2月份我们所学习的。那今天呢，我们进到3月份，是人生的目标的第2个，它的总主题叫做神模造你，要你为神家而活。刚刚是说为了讨神喜悦，对不对？就等于我的人生、我的生活跟神产生一个非常有机的关系、连接的关系。那第2个阶段变成说，
我这个人有一个归属，我就是神的家的一份子。那神的家在哪里呢？神的家就是教会。神的家就是要过一个你在属世的这个血缘关系的家庭之外，另外一个属灵的家庭。那今天我们就是一个1月份的开始，3月份的开始，我们一个总括的一个学习哈。所以这个第二个阶段就是团契。那请记得，我们很习惯说夫妇团契啦、松年团契啦、妇女团契啦，但是请记得，团契不只是名称，团契更是一个动力。团契是一个动词，是说我跟你有很好的关系，叫做我跟你有很好的团契。我跟我的小组有很好的互动，叫做我跟小组有很好的团契。团契是一个 dynamic， 就是一个动力的关系。今天我们这个月份都是要用这个方式来学习。好了，我们进入到这个引言的部分。我们知道12章，罗马书12章是保罗对基督徒群体或是团契生活很重要的教导。那他的开始的2节开宗明义的告诉我们这个生命跟神的关系。所以12章的1到2节，我们今天读了15到21，对不对？其实我们应该是从第1节读到最后1节，要把这一段经文保罗怎么样告诉我们，在神的家、神的教会怎么样过一个美好的团契生活。所以1到2节是最重要的一个教导。那有3个前提。第一个就是一个愿意献上生命给主的人，要有团契的生活。我们不是说上个月我们提到说，我这个人要成为活祭吗？这个活祭就是跟神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关系。所以呢，请记得，我们基督徒呢有2重的身份。上帝造我们，第一次是属于人类的生命。我从妈妈怀胎10月生下来，我就是人类大家庭的一份子。我这个肉体的生命就是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这是我们第一个身份。第二个身份是我们认识了主耶稣，我决志了，我受洗了，我加入了上帝的属灵的家庭，这个叫做第二个重生属灵的生命。所以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是你第2个生日，对不对？第1个生日我的肉体的生命的生日，那第2个生日就是属灵的生命的生日。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12章1节，我们要请李伟教授来带我们读一下哈这个经文。所以弟兄姐妹们，既然上帝这样连续我们，我劝你们把自己当作活泼的祭物献给上帝，专心侍奉他，蒙他喜悦，这就是你们应该献上的真实敬拜。谢谢。我们已经这段经文读过好几次了。他说上帝爱我们，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表达对神的关系呢？他说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那你因为你一定能够已经理解了，活祭就是不要杀死嘛，是活活的才能献给神嘛。那这跟我们在那个庙里面用大猪公拜拜不一样嘛，也跟有的人在家里面要拜土地公啊，要一只鸡把它杀死了啊，那只鸡来拜拜也不行啊。我是活的，所以跟神的关系是一种生命的关系。他说你只要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侍奉他，让上帝喜欢，这个就是最好的敬拜。所以我自己本身怎么样跟神建立好关系，这个就是好的敬拜。所以呢，你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关系，就是加入上帝教会的第1个关系。第2个关系是你不愿意跟从这个世界的风俗，你不要跟这个世界的一些价值观一样的，那你就
新团契生活。换句话说，我要脱离这个世界，不可能脱离嘛。但是我有一个新的家庭，我就能够跟这个世界有一个切割。第三个，就是你要按照主的旨意，按照神的命令来生活的人，你也要一个新的家庭，新的团契。所以我们复习就是说，第一个你要把生命献给主，第二个你不跟从这个世界，第三个你要按照主的旨意。你不只是一个口头上或是心理上的认识接受主，而是你要加入一个新的团契。这个新的团契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上帝的家，上帝的教会。我们请李伟教授来读第2节好不好？这世界同化，要让上帝改造你们，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好明察什么是他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完全、可蒙悦纳的。他说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要上帝改造。改造你还包括你愿意加入上帝的教会，而且改变你的心思意念。换句话说，你这个人外表上好像没什么感觉不一样，但是你的心思不一样了，你的看法不一样了，你的眼光不一样了，你的价值观不一样了，因为你也能很敏锐的察觉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喜欢你什么，上帝爱你做什么，上帝能祝福你的事情是什么。所以这是良善、完全、可蒙喜悦的。好，那这个是前提。我们读了前面2节，知道说我们要加入主耶稣这个爱的团契里面，有这3个前提：献上生命；第二个，不随同这个习俗，你也是愿意能够在教会的大家庭里面侍奉主。那第二个是，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加入基督的身体呢？第一个，我们先读第5节哈。我们请李伟教授。同样，虽然我们有许多人，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体，各自彼此联络，构成身体不同的部分。好，我们都很清楚说，基督徒是一个肢体的关系，耶稣基督是一个整体，但是我们是其中的一个部分。那我们既然是其中一部分，你怎么跟耶稣产生关联呢？对不对？我说，这个肢体耶稣基督，我跟你产生什么关联？用以下的动作：第一个，重生，你要有觉知，你要改变，所以要重生得救，加入基督的身体。华理克牧师很简洁的告诉我们说，你要成为上帝家庭的成员，很简单，就是相信耶稣。说主啊，我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那你就是成为上帝家中的一员了。那我们知道，刚刚我们提起说，我们被创造，我们从妈妈的肚子生下来之后，你就是属于地上的家，你有一个血缘关系的家庭，但这个家庭是短暂的，是不能永久的。有的人从小时候开始成长，有时候看到阿公阿嬷很爱我们，但是你跟阿公阿嬷的年纪差很多，等你到青少年，也许还大一点了，阿公阿嬷就要跟我们再见，他不能永久陪你。那跟爸爸妈妈也一样，有一天，我们爱的孩子，我们的孙子女，换成我们不能一直陪伴他，你必须跟他说再见。但是人的生命，人的肉体一个有限性，它是有限的，虽然很美好，但是短暂的。不过请记得，基督徒还有另外一个家，就是属灵的家。这属灵的家是永恒美好的，一旦你加入，就永远不脱离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只是注重使肉体的家，我们还注重这个属灵的家，因为它让你有一个寄托，有一个永恒的依靠，而且不会分离。那最好是怎么样？你的家人都加入了这个属灵的家，所以肉体的家跟属灵的家都包含在一起，就永远不分开了。
那这是基督徒最美的祝福哈。好，那第二个，除了决志宣告，还要受洗，受洗加入基督的身体，这是第二个阶段。那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大使命，对不对？马太福音28章那边提到说，主耶稣他把受洗、传福音还有教导列为同等重要。我们以为说，奇怪，受洗只是一个仪式而已嘛，为什么跟传福音、跟教导人做门徒同样重要？原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洗礼是怎么宣告呢？是向世人宣告你的信心，代表你跟基督同死同活，宣告你得到了新的生命，并且加入了上帝的家。所以这也为什么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座有慕道友，我会邀请你说，欢迎你来教会，很好。但是呢，你真正有身份，是因为你受洗了。受洗，你不只是宣告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得到确据，而且呢，你是属于上帝的家的一份子。上个礼拜我们教会呢举行了和会，对不对？那有很多第二堂礼拜的弟兄姐妹提早9点就来做礼拜了。那我们在那个会友的名单，我们的硕王长他点名，对不对？点名说我们有200几十个会员参加，而且还有一些是会籍不在我们这里的，有些是慕道友。为什么教会会那么注重名单呢？因为会员加入这个教会，其实不只是外表的身份，而是象征了你有一个归属，你有一个使命，你有一个委身，你有一个得恩典的确据，有一个位置。因为神要赐福你，是让你在一个位置上，你有依靠了，你有确据了，你有一个点了，就很像你在邮购，对不对？你到现在电商那么多，邮购好多东西，请记得你要附上你的地址啊，不然礼物怎么寄到你家？你买的东西要有人收啊。会员，我们成为受洗者，就是成为神家的一份子，你就有你的地址啦，你有你的身份啦。所以呢，第三个是，我们不只是成为受洗，而且还要成为会员。我们教会有会员，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会员等于是你是这个葡萄树的里面的一个枝子，等于你是耶稣身体的一个肢体，一个部分啊。那以弗所书我们要请李伟教授来读一下。这样看来，你们外邦人不再是外人或陌生人，你们是上帝子民的同胞，是上帝一家的人。对了，我们原先只是世上的一个身份，可能我是一个家庭的爸爸或是妈妈，或是我在社会上可能是一个老师、一个医师，我是一个公司的员工或是老板，那是你的身份。但是你加入了教会，教会的成员，你就另外一个身份，是上帝家人了。这个身份跟外面的身份完全不一样，是上帝给你的。所以以弗所书说，你变成上帝的子民同胞，你是上帝一家人。所以会员为什么那么重要？真的不是你这个会籍教会的手册有你的名单，那就那么简单，是确认神给你祝福的一个身份。好，我们说我们要加入上帝的家，我们要用什么方式加入上帝的家？再来就是第三个，我们是要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成为一个尽责任的肢体。你一个身份好了，不要挂名在那边嘛，对不对？你在家里面，你有家里的身份嘛？你的儿子，你要儿子的身份嘛？你父母亲有父母亲的职责嘛？那我们加入了上帝这个家，有团契的观念，那我们要做什么做肢体呢？第一个，
在12章3节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这是比较和合本的圣经了哈。那我们请李伟超来读第3节，我们听看看。凭着上帝给我的恩惠，我要对你们各位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倒要谦恭自守，个人按照上帝所赐给他的信心来衡量自己。不要把自己过得太高，就是说，我们因为不是血缘关系的人，我们是因为告白主耶稣，我因为受洗，我因为加入会员，我就成为富强教会的一份子。好了，这是外表的条件，对不对？但是在里面怎么样运作，怎么样互动，那就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学习。第一个就是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在教会的成员当中，在这个肢体当中，在这个葡萄树当中，大家同等重要，不是把别人看得低，或是把自己抬高。他说倒要谦恭自守，个人按照上帝所赐给他们的信心来衡量自己。教会里面没有英雄主义，教会里面没有一个非他不可，教会没有一个觉得别人不能做只能他能做。原因不是大家不愿意制造英雄，不愿意制造那个特例分子，是因为要遵从主耶稣的教训，大家同等重要。所以我们知道哦，有些做长老做执事的，有些在社会地位很高的弟兄姐妹，他来到教会，他如果是真的是主耶稣的门徒，他是最谦卑的人，因为他知道我社会的身份不是来这边卖高的，不是，所以他有更大的容量来服侍主。那这是我们在这个团体里面，在这个肢体里面，在这个葡萄树当中的一个原则。第二个是接纳别人的不同，因为我们知道在葡萄树里面，各样的枝子都有它的功能，树叶有树叶的功能，那个藤有它藤的功能，那个花苞有花苞的功能，根有根的功能。那你认同这个葡萄树，你认同这个基督的身体，你就发现说，不是唯我独尊的。所以呢，我接纳别人的不同。那个第15课，今天的第一团契生活的第一课15课就是在讲这个东西我请李伟教授告诉我们第4到第5节这样跟我们说的。一个身体是由好些肢体构成的，而每一个肢体有它不同的功能。同样，虽然我们有许多人，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体，各自彼此联络，构成身体不同的部分。好，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教导。罗马书跟哥林多书都有同样提到这个方面，等于是说我一个身体有不同肢体，那它的功用也不同。我有头，我有五官，我有胸，我有内脏，我有肢体，有脚，有手，这些功能你知道缺一不可。就像牧师现在沙哑了，那整个人就能表现的方法就有一点影响我不能说我手来代替声音来讲，然后又不会比那个手语，对不对？那我的声音不好，同样影响到我这个身体。那我们要认知说，看重每一个的不同，身体的某一种部分都很重要。比如说，我们常常最容易看到说脚很脏，脚不重要，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说，脚是很多健康的来源呢。我们在台东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叫吴若石神父，神给他恩赐他发现说，原来脚底都是各种健康的一个接触点，他用脚底按摩帮助了好多人。那你还说脚不重要吗？好，那我们都了解说，在基督的身体有这样彼此的互相尊重，而且呢，我们还要照个人的特色
来发挥肢体的责任。那我们就会看见说，为什么教会里面会尊重不同的人？我们教会呢，是整个台湾社会里面最早提起男女要平权的。那个包括残障的，我们要给他人权的，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不同的功能的人。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一个公共的场所，你一定要设立所有的残障设施合乎标准，让一个残障的人、坐轮椅的人、走路不方便的人，甚至包括眼睛看不见或是耳朵没办法听见的，我们都能够尽量让他不会觉得他是被忽视的。那就是我们在肢体里面一个重要的部分。那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要把各特色的肢体都发挥出来。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教会有不同的侍奉团队，我们教会有长职，我们教会有不同的侍奉的一个角色。比如说，我们有圣歌队，我们有乐器，我们有影音，我们楼下还有照顾我们爱心午餐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来招待新朋友的，我们还有关怀探访的。那这一些就是我们教会里面这一个肢体，要它又很活跃，能够完全尽到职责的一个部分。所以呢，我们在第17课有一个主题叫做有所归属。各位弟兄姐妹，你要找到你的归属，你的恩赐在什么地方，你要在那边发挥出来，才能够在这个肢体里面成为一个活跃的一份子。我们在罗马书12章6到8节里面有讲到这个部分，我们请李伟教授来读。所以我们要按照上帝给我们的恩惠，好好的运用不同的恩赐，做应该做的事。如果我们的恩赐是传讲信息，应该照着信心的程度传讲；是服务，应该服务；是教导，应该教导；是劝勉，应该劝勉；是施予，应该慷慨；做领袖，应该不辞辛劳；是怜悯人，应该高高兴兴。好，6到7节，他把举例了举例的意思就是说，有那么多的恩惠你要好好运用。我们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有各样不同的恩赐的人才。那牧师来到我们教会服侍之后，发现说，哇，我们教会呢各样的专才的很多，就在社会上一些专业科目的这个专家很多，但是有时候社会专家的部分不一定在教会用得到。另外还有教会的这种荣耀神的恩赐，有人很会关心别人，有人很会唱诗歌，有人很会弹音乐，有人他能够接待别人，有人能够劝勉别人，有人能够当领导，有人很适合站讲台讲出一套非常好的一个圣经的解释，有人可以带领查经，有人我们有很多同工来参与这个忧伤的陪伴。那这些就是把各样的恩赐发挥出来。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在做门徒训练的时候呢，他会做一个恩赐检测，恩赐的检测，看见说你的人格特质是适合做什么。那你既然归属这个肢体，你要愿意把自己的恩赐发挥出来。好，所以呢，第4个部分，既然我们有加入这个肢体，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肢体建造得更好？我不只是一个归属而已我是跟他连接起来了，他的生命跟我有关的。你知道台湾那个种水果是全世界有名的，很多人来台湾最大的印象说，哇，水果怎么那么好吃，怎么那么便宜，怎么那么甜。台湾很多那个科技农夫他很会接枝，对不对？他会把一棵树用不同的枝把它接起来，而且接得很好，连接起来有生命了，而且它生长出来的水果不同的口味而且更香更甜。那你知道这个接枝如果连在一起，它不生水果，那这个枝有什么用？就像耶稣所讲的，
到最后就把它砍掉了。那你、我，大家都加入这个肢体，成为这个葡萄树的一部分。我们要同心合意，这样才能让这棵树、让这个肢体更健壮，结的果子更多。那我们如果从罗马书12章1节到21节，整章的圣经都在讲有关基督徒的团契生活的内容。那从9到21节9到21节，他讲了好多例子那牧师没有空一一念这个经文里面都讲很多很多。那我把它截成一个标题式的来做了解那第一个就是真诚爱人，真诚爱人要相爱。那怎么样建造肢体？第一个要真诚爱人，第二个是热情敞开，用你热情去爱别人。所以我们会鼓励弟兄姐妹，你能够把那个压抑的部分敞开起来，因为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小组、我们的教会里面，就成为一个爱的团体，让你能够没有拘束的，你不会觉得被压抑，或是你不会觉得说好像被别人看轻，你对这个团体有信心，你有安全感，所以你会愿意把自己的软弱摊开来，那你会把你热情敞开来爱别人。第三个是互敬互让，大家彼此来谦让那第四个是殷勤火热，殷勤火热呢，在我们的经文里面呢，就是在第11节11节到12节这边，应该是这个部分，他就说我服侍人要做事情要火热就对了，要用心灵火热来做在11节说不要懒惰，要努力工作，以火热的心来侍奉主。那第五个是用喜乐、忍耐、代祷来相对待。喜乐、忍耐、代祷来相对待。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周报有报告说，我们在3月13号就开始要推动第一阶段互强门徒学校的上级。这个互强门徒学校呢，特别是邀请大家，除了新的受洗的弟兄姐妹，如果以前你没有接受过整体的研习的，也欢迎来报名。我们有开了早上的班，礼拜3早上10点，晚上8点，还有包括礼拜6周末的礼拜6的10点。那这个课程最先要提醒的是说，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上课。我们在学校上很多课，我们在职场上也上了好多课。你千万先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课程，而是一个让我们在这个上帝的家里面，怎么样成为大家彼此相爱、建造肢体的一份子。所以呢，我们鼓励大家加入这个研习，我们鼓励大家加入成为团契或小组的一份子，希望要训练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品格，我们有不同的性格。那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说，基督徒呢，品格大概是大家都蛮能肯定的。比如说我的修养很好，我不会骂人家的脏话我不会说谎我不会贪人家的东西。那我讲话都很非常的客气。那这些是你的品格。但是我们另外一个就是你的性格。你的性格呢，是你与生俱来的。我们常说一句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以一个有品格的基督徒，不代表他的性格就跟你合适所以基督徒要加入这个团体，让他成一个爱的团体，一个很大的关键是你有好的品格，还有好的相处的性格。所以呢，一个好品格的基督徒，有可能他是一个急性子，有可能是他很严厉，有可能是他
不苟言笑，有可能是他要求很严格，数字缺一不可。哇这样相处起来就会产生冲突。这是为什么？同样是基督徒的夫妻也会吵架的原因，因为他品格没问题啊，但是性格有问题。那我们的门徒训练不是在讲知识，是要让你到这一个团体里面，大家因为上帝的爱、上帝的呼召，我愿意破碎自己，我愿意看见自己的软弱，我要看见别人的不同。有的人他是大而化之的人，有人是一板一眼的人，你怎么样跟他相处？他是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但是你愿意接受他。这就是我们在基督徒在教会里面被训练、被磨练，因为靠圣灵你能改变。所以我们常常在社会里面，你知道我们在职场的弟兄姐妹，你参加一个潜能开发的训练，对不对？你到卡内基参加训练，一个课程好几万跑不掉，因为你希望得到改变嘛。他有没有办法加添你能力？能力你是自己得来的，他还在操练你的个性啊。但是你一下课，你回到家，有什么样的团体让你训练？没有。你不能说卡内基你提供一个场所让我来操练我的性格，没有啊。但是我们教会里面一个免费的团体小组，我们的服侍团队让你在里面操练，而且不用钱。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教会的群体里面是让你得到操练，而且这个操练是有用的，是要看见你的性格的缺陷，那大家彼此包容，彼此接纳，像以喜乐、以忍耐、以代祷来相对待。那你想改变你自己，来教会最有用，因为你有前提嘛，耶稣基督的爱给你了，而且这个是免费的。所以呢，第六个是乐意分享、慷慨付出，就在我们经文里面哈。第七个是以祝福对待伤害。我们在社会里面，在职场里面，大家勾心斗角的很多，对不对？上司欺压属下也很多啊。同才之间，大家抢业绩也抢得很厉害啊。有时候给你拐一脚，你都不知道啊。那你怎么可能跟你的朋友有一个很好的相处？大家彼此各自为自己的利益啊。但是教会里面，我们就要操练这一些。所以我们的门徒训练，就是让你一个团体当中一起学习，而且这样的改变会让你的职场有一个新的动力。你怎么样面对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就有能力去面对你的客户。你用什么方法让你的 base 的你幸福小组里面的这个新朋友感到快乐、感到喜乐、感到喜欢？你同样方法也能够对你的客户、你的客人、你的对象。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操练，能够运用在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还有我们还有经文里面写到说，我们要跟喜乐人同喜乐，跟哀伤人同哀伤。我们要对别人用谦卑来对待别人。那第10，我们要主动积极，我们要尽力和睦，我们要学宁愿退让，愿意饶恕。这就在从十几节以后到21节都有讲到哈。最后呢，我要跟大家一起学习勉励说，我们为委身、为爱小组、爱教会而活。既然我们是属于这个群体，你跟他不是一个无机的关系，是一个有机的关系，是一个动力的关系，是不是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委身教会、委身小组的一个人？我们请李伟教授来读这段经文哈。一个身体是由好些肢体构成的，而每一个肢体有它不同的功能。同样，虽然我们有许多人，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体，各自彼此联络，构成身体不同的部分。好，再读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约翰福音15章5节。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那常跟我连结，而我也常跟他连结的，必定结很多果实。因为没有我，你们就什么也不能做。好了，我们不能是保罗所讲12章所讲的肢体，或是耶稣所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们看到一个最重要的结果，我们目的是为什么？耶稣说必定结很多果实。你加入教会，你什么都没得到，那太可惜了。1个礼拜花了好多时间在教会里面，竟然没得到什么果实。而且这个果实不只是在教会看得见的果实哦，是因为你的品格、你的性格被改变，你的能力被发挥，你的潜力被发挥出来。你在社会、你在生活、你的家庭、你在学校，都同样会结出果子。这样才是我们参加教会一个很大一个有机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最后呢，牧师要透过这一些课程，从15课开始，我们邀请你，如果还是个慕道友，你要决志，你要受洗，加入这个有机体。你若还未参加小组，未参加团契，你还没有参加门徒训练，你还没有办法在里面被塑造，在里面被激发，在里面被性格被改变，那你也没有得到结不到果子所以也邀请这些未加入小组的弟兄姐妹参加小组，而且要邀请大家一起在今天的这个学习当中做一个立约的尾声的祷告。